2012年末代高考，全港第一名嘅學生6A1B 嚟自我班房。同一年嘅2012年，我係現代教育嘅英文科最高5星星比率導師。2013年，我蟬聯咗現代教育最高5星星比率英文科導師。2014年，我亦都蟬聯埋現代教育最高5星星比率嘅英文科導師。2015年，我都係蟬聯咗現代教育英文科最高5星星比率同埋 strict 5星星比率嘅英文科導師。各位家長同學，其實唔知你哋揀補習着重啲乜嘢嘅呢？嗰個老師嘅配套多，網上支援多，派書仔多，學歷多，做講座做得多，講義係彩色。你諗清楚，其實呢啲嘢全部都好似唔關你事嘅，對你冇直接嘅影響。但係如果個補習老師有最高5星星比率嘅話咧，得益嘅一定係學生。我就係現代教育由始至今嘅 DSE 英文科最高5星星比率同埋 strict 5星星比率導師 Chris Lau。我俾你嘅係絕對嘅最高5星星比率，唔知夠唔夠呢？